好，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唯一一场的电视政见会，这礼拜六下晡的2点，伫个花市举办，由资深的主播詹庆玲来担任主持人。另外，媒体甲公民团体有3位代表来提问。政见会结束了后，后礼拜一开始做民调。 这个初选的民调就拜托大家帮我顾一下。我有信心会好好提出我的看法征得国人的支持。蔡英文热情地争取2020总统大位，双方阵营达成共识。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为电视政见会，6月7日拜六下晡2点伫花市举行，由资深主播詹庆玲担任主持人。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呢，别说你用不到，现在用不到，总有一天你会用得到的。 伊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硕士，曾经担任新闻台暗时新闻主播，即马是节目主持人，学历经历丰富。媒体甲公民团体提问代表是自由时报总编辑周景文，经济民主联合调集人赖中强，兼周刊社长刘永红3位提问人，嘛是由党中央提出经过双方确认，依照抽签。 赖清德先申论后结论，蔡英文是后申论先结论。政见会初8登场，初7开始禁止相关竞选广告甲宣传活动，初10到14进行民调，期待这场政见会会当互大家对两位参选人有更较侪认识。